哇 ！MR2 唯一喺彎道超越86嘅戰車。嗱，好多人認識 MR2 咧，係通過頭文字 D， 但係更多90後認識嘅係通過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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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呢段 BGM 有冇回憶勾起翻你啊？嗱，呢部咧就唔係浩南哥嗰部啦，浩南哥嗰部咧第一代，呢部係第二代，89年正式生產，呢部係90年出廠嘅第一版 MR2。哇！呢啲引擎聲先係揸車噶嘛。經過我哋團隊嘅努力，呢部車又可以再戰秋名山啦。如果你部車有咩問題，歡迎過嚟報得，我哋報得，我哋睇睇啦。記得關注我哋中山保德柯。